位在中西区的和乐广场，原为台南中国城，配合海岸路景观工程规划，保留部分梁柱，改建为台南最大的清水广场。富士比杂志更将其誉为世界7大最令人期待的公园之一。我在地阿公啊吼，我有9个孙啊吼，自从咱和乐广场开幕了后，会当讲几乎休困的时间吼，拢来这个遮打水仗，会当讲规个拢总是人。为了让市民朋友能够安心使用道路，市府持续推动路平专案，将西门路1.3公里处重新铺设，提供市民更安全舒适的用路环境。市府推动友善骑楼畅通计划，将原本高高低低的骑楼规划得平整畅通，用路人行走更安全。最近我有发觉到咱中西区的骑楼愈来愈顺啊吼。较早我咧送阮阿嬷的时阵吼，我都爱出去街路、出去道路，足危险的。即摆唔免啊，即摆伫顶仔口就要塞啊，真稳定。阮阿嬷嘛足欢喜的。透过食物银行的开办，将爱心物资点数发放，让受助者购入所需物资，使资源不浪费。开办以来，服务达7100人次。台南市美术馆自开馆以来，成为众人关注焦点。志玲姐姐审定一馆举行浪漫婚宴，提高美术馆能见度。开馆第2年，参观人次突破200万，创造傲人成绩。美术馆开幕了后，这个所在真好，会互人大家来看艺术，佮会当拍照打卡，真好。市府将顶美公园重新规划，成为中西区第一座具有特色游具的公园，提供儿童感官统合的教育环境。顶美公园是我们中西区第一座特色公园，我们希望能够成为指标，让家长带着小朋友们一起共享亲子欢乐时光。同时，我们也欢迎各界好朋友们一起来造访。市府开辟大良生态公园，营造多样生态基地，打造多元休闲空间，更获得多项建设大奖肯定，成为国内最具特色的河畔公园。市府结合企业力量，首创 AI 登革热防疫平台，成为国内首创 AI 科技防疫登革热成功案例，提升防疫效能，打造安全健康的环境。庆祝县市合并10周年，中西区公所与大埔福德寺合作，制作与神同行、幸福中西的特色花灯，将中西区的古迹、庙宇、景点及美食特色完整呈现。感谢有你，台南第一。